新竹县竹东派出所进前有一位警员伫咧巡逻的时阵，发现到有一位身躯顶早身心障碍手册是大倒伫路边，伊无法度听喙也袂讲直。警方随利用网络查讲，你住倒位处理敢有人的手机安怎比，落尾顺利也甲这位士大安全送登处理。住哪里？你住哪？无论警员安怎问，受伤的士大拢无法度表达。原来伊完全听袂到。这时阵，一名警员灵机应变，想到会当伫网络顶悬查看住倒位的手机安怎比，最后总算了解原来士大就住伫附近。是你家住在哪里？对，当时我查到的是这个方法，对，然后还有说，就是包含裤头站起来，就是我们要拉他起来嘛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先示意他一下，我们要拉他站起来。警方讲，迄时阵有试过用写字的方式，不过嘛是无法度甲受伤的士大沟通，才会赶紧临时学手语，安全甲士大送登去厝内。以手语的方式与该名老先生沟通，在本所与救护人员一同的协助下，终于查询到这名老先生身份，并安全护送返家。警方呼吁民众平常时爱关心厝内士大的出入甲身体状况，以免互士大伫半暝一个人厝外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